最近大熱嘅吉姆力風格圖片喺各大社交平台洗版，其實係 OpenAI 最新更新後嘅功能。今日等我1分鐘教會你點樣用 OpenAI 升級同埋點做吉卜力風格嘅圖片。首先，你需要開通一個美國嘅 Apple account， 然後去返手機設定更改地區做美國。之後去網上購買一張美國 iTunes card， 然後喺 App Store 兌換代碼，最後去返 OpenAI 入面撳升級至 Plus， 完成晒之後就可以用 GPT-4o 俾個指令佢轉為吉卜力風格。由於最近太 hit， 所以佢 server 比較慢，需要俾多少少時間等張圖。大家都可以試下自己做唔同嘅風格。如果有咩問題就 PM 我，逐一解答你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